是想分手，何不直截了当的说出口？既然你非要你的自由，挽留也会让我委屈到最后。煎熬了这么久，已没有继续的理由。反正他的不难受，他只要自由。推到无路可走，不如就放开手。我也想要自由，他的不难受，他只要自由，他的不会理会我的感受。推到无路可走，不如就放开手。让我内疚自己。